今次咧就要介紹呢種外科嘅保健止痛儀器喎，佢咧就唔係話單純做好似啲電流咁樣咧，去幫助到我哋去止痛啦，刺激到我哋嘅一啲神經嘅脈衝，而係可以話係佢嘅升級版。除咗神經刺激之餘咧，佢亦都可以作用喺細胞嘅表面嘅層面啦，亦都可以等佢哋通知到我哋個大腦啊，可以令佢知道呢個位置受傷啦，要進行一啲天然嘅維修喎。咁同時咧，佢亦都可以加強細胞自身嘅能量啊，理論上係可以防範多種嘅病患嘅。咁究竟係乜嘢咁神奇呢？想知道嘅話，就要將呢條片由頭睇到落尾啦。咁咧，你就可以結合理論同埋實踐啦，再配合埋你而家嘅消炎止痛保健策略啊，全方位內外全科咁樣去幫你達到消炎止痛嘅效果啦。如果你係初次接觸我嘅頻道嘅朋友咧，你會留意到我嘅頻道咧就係用醫學嘅視角啦，深入淺出咁樣去解釋有關保健品啦，同埋嘅保健器械使用同埋一啲嘅配搭嘅，務求咧內外全科咁樣去改善大家嘅體質，提升大家嘅生活質素嘅。如果你喜歡我嘅頻道嘅話，麻煩你 like and share 啦，話俾身邊嘅人知，多啲同身邊其他嘅人去討論，等你嘅朋友都盡快加入保健嘅行列啦。今次我哋要講嘅保健器械咧，就叫做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叫 PEMF。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啊，中文易記啲啦，唔使咁長咯。佢叫做脈衝電磁場啊。咁顧名思義，佢就係唔係用啲電啊，直接電落你度嘅，而係經過一個嘅電流嘅產生器啦，令到電流變成一啲嘅磁場。咁啊，磁場變成一個電磁波咁樣啦，穿透咗你嘅皮膚，進入到我哋嘅細胞嗰度。咁可以接觸到嘅層面包括皮膚啦、脂肪啦、肌肉啦、筋腱啦、骨骼啦。咁喺細胞嘅層面，幫細胞充能，令到佢哋充滿能量，從而去改善或者預防眾多嘅疾病嘅。咁啊，包括炎症啦、痛症啦，同埋癌症都得㗎噃。講到咁神奇，咁佢背景理論究竟係啲咩呢？原來話我哋嘅細胞咧就有一啲天然嘅電壓嘅，正常嘅細胞嘅電壓咧就大概係70至到100個 MV 左右啦。咁呢個咧就係存在喺我哋身體入邊正負離子嘅一啲差距造成嘅一啲嘅電壓啦。咁當我哋身體需要神經脈衝去傳導信息嘅時候咧，我哋嘅離子就會快速進出我哋嗰個細胞。咁咧有一個嘅電荷嘅逆轉，咁呢個嘅傳導方式咧就叫做神經脈衝啦。如果有讀過科學、讀過物理嘅朋友咧，就會理解呢一種叫做 action potential。講到咁深入，講咗咁耐，其實都係為咗令大家明白，原來我哋嗰個細胞係有電荷、電壓呢一個嘅概念嘅。咁但係因為一啲嘅原因，例如係我免疫力失調啦、炎症啦等等嘅問題，佢會令到我哋個細胞咧電壓會下跌。咁有研究指出，當我哋個細胞嘅電壓，頭先講正常係幾多啊？70至到100啊嘛。當佢跌到去到40左緊嘅時候咧，細胞就已經唔能夠啟動自我修復嘅程序，令到細胞損傷速度就比佢自我修復嘅速度更加快，咁就會造成長期病患啦。同時亦都有啲研究報告指出當細胞個電壓繼續下跌到得返20嘅時候咧，癌細胞就有機會出現啦。因為我哋嘅細胞已經唔足夠嘅能量敲響我哋嘅警鐘，通知保衛細胞過嚟打仗。咁所以提升細胞嘅電壓，理論上係可以抗癌同埋預防一啲同埋處理一啲長期嘅病患喎。除咗提升電壓之外，其實仲有一個生物化學同埋基因嘅層面嘅學說。我嘗試下深入淺出咁樣，令大家容易啲明白先。喺生物化學上當細胞受到低頻電磁場嘅影響咧，就會導致細胞入邊嘅鈣離子流出，咁引發一系列嘅生物化學反應啦。咁呢啲生物化學嘅反應咧，自己會識得持續繼續落去㗎。咁所以當我哋個身體離開咗嗰啲電磁場之後咧，嗰個嘅身體係唔會立即恢復原狀，繼續癌症、繼續發炎，係唔會㗎。因為咧，當我哋啟動咗呢一個嘅鈣離子流出呢個嘅機制嘅時候，我哋身體天然恢復嘅程序就已經開始咗啦。
咁另外一個學説就係話，當啲電磁場有機會影響到我哋細胞入邊嘅基因嘅陳列排列啦，咁同埋影響到發炎嘅因子叫白介素嘅一種嘅生成，因此咧就可以達到消炎止痛嘅一種功效啦。數字上面啊，PEMF 針對痛症嗰個處理咧，其實都有比較有明顯嘅顯著效果個噃。痛症方面使用咗 PEMF 嘅朋友啦，對照一個嘅冇使用嘅對照群組咧，佢嗰個嘅疼痛指數係低1.06分，10分入邊低1.06分。你就咁聽落去，好似冇乜料到喎，好似低咗少少啫噃。數字上邊嗰個效果差別唔係好大喎。不如咁諗啦，其實咁樣10分入邊低咗1分，即係有高達10%嘅止痛效果噃。所以如果有長期痛症嘅朋友，你除咗係食一啲消炎止痛嘅藥物或者消炎止痛嘅保健品之外，再配合埋 PEMF， 有望進一步減低痛症喎。咁同埋 PEMF 喺正常情況底下並無副作用㗎。呢個嘅 PEMF 咧，有好多研究咧，亦都指出佢可以增加骨質密度㗎噃。咁嗰啲嘅研究咧，一用就係8至12個鐘頭咁樣去使用，治療嘅期間咧就係去到12個星期，去到1年咁長都有㗎。咁所以睇過呢啲研究報告之後咧，就唔需要話擔心過度使用呢一個嘅問題啦。不過你都會留意得到啊，嗰啲研究報告一起標就係講緊12個星期啊嘛，應該要3個月左緊先至會見到明顯嘅功效嘅。我自己咧其實就用咗1個月到啦，咁功效咧就有少少，未必真係太過明顯嘅。咁因為可能我長期都係打住波啊咁樣咧，咁一路都係有勞損，一路都係使用緊嘅。咁即使我勞損緊，即使我長期 keep 住打波都好，都有幾明顯嘅止痛嘅進步嘅。咁同埋都唔會話即係扭傷啊、發炎啊咁樣樣。